剩下嘅壓力，歲末都依然安穩。除批嘅6年lang嘅擴充投資計劃，係因為名譽報道同名譽連署抵制都險停呢，係用人嘅力量使至到企業重新思考呢。對太普事件、洛杉療養院、士林房屋嘅都市更新案，到最近嘅華龍罷工事件，名譽媒體同社群名將扮演呢引來引重要嘅傳消息、韓國通人嘅管道，甚至影響嘅傳統媒體，本但唔關心嘅也談論報道嘅裡面改變嘅香港。嗰度參加社會運動嘅人，韓國學者都認為，其中面書 Facebook 嘅出現，韓國係關鍵，越來越多人唔係請人講按讚聽聽，而能將人轉調分享，主動參加，甚至同人，確實發揮嘅影響力。為什麼現有地有沒有玫瑰花那麼重要呢？因為他就是要說我們報道不實嘛。對啊。觀眾水工廠康泰廠房計劃停止過後，隔2日，南台縣政府地政署嘅審判人員，天天到梅海河壩村嘅現有耕地後，翕相記錄當地農民耕種嘅情形。實地勘察嘅原因，唔係要重新檢討現有農牧用地嘅用途，係南台縣政府為咗回應網絡媒體對呢個事情嘅報道。媒體網絡報道不實啊。哪個新聞他報道不實？那個叫汪文豪還是汪？不知道。他哪裡不報道不實？他說現有地沒有玫瑰花。他說有機玫瑰種在現有地上，土地被收回之後，那個就沒有玫瑰花可以吃。老頭擺爭議時刻無樣嘅，一擺公眾說康泰廠房土地爭議，經過網絡媒體報道，主流媒體已接電來報道過後，短3日就使至到廠商除批其他人嘅投資計劃停止。有學者就認為，網絡信息做當家嘅方式，使至到企業不得不愛正經地面對網絡嘅力量。他訴求的是年輕人的形象嘛，好，然後去追尋勇氣啊、自我這樣子。換句話說，我認為魏丹裡頭有一群人，他是很了解7、8年級的傳播媒介、7、8年級的影響力，好，所以他會知道說，哇，這個 Facebook， 然後這個獨立媒體的報道對我這個企業形象是有影響的，所以他就停手了。下一篇報道也係上下游新聞事實共同創辦人的資深記者王文豪也認為，社群網絡媒體面書的發展，直至到呢度嘅公共議題，唔係個受到傳統媒體單向放送嘅限制，做得當家嘅得到網友嘅關心，一行下做得引起民眾嘅回應流行通。以往可能消費者力量串聯，還沒有臉書的時候啊，可能我們不知道這些力量是在哪裡，它可能四散在各個角落。可是，有臉書的時代來了以後，其實我覺得，這一類會關注的人，他的力量其實匯集得很快。大概是7、8年級，他們一出生就是一個網絡的世代，所以網絡對他們來講跟真實世界是沒有差異的。所以我覺得非常多的事件，可能主流媒體沒有報道，可是網絡媒體、平面媒體或獨立媒體開始報道，它就會很像那個就是爆開來這樣子，然後獲得一定的關注。傳播學者更加指出，現正社群網絡強化朋友之間的聯絡，因為對朋友的信任，特別人所關心的議題，也就很較容易的傳出去。主流媒體我沒有辦法去相信這個人報道是不是真的，或者是我們越來越不會去相信他。在部落格的時候，我們都會懷疑部落客所講的是不是真的。可是，一旦這個訊息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同學 po 出來，你的相信的程度會越高，那他的社會動員力就會更強。太馬古城嘅險點，華龍頭份廠嘅員工為了對轉脂肪欠滅一級之遣費退休金也掉，實體坐啲廠房嘅門口罷工，堅持冇一本脂肪出貨，還加有後生嘅學生嘅到現場上演，甚至揭出來一撮警方嘅封鎖。其中，清華大學學生嘅陳偉霆，韓本警方用違法嘅私有法，先同群眾做理由來約談。前冇一論，陳偉霆係咩違法？
做唔得否認嘅係，啲華龍印度拜嘅罷工行動度，陳美婷再透過社群網絡媒體來發布華用罷工嘅信息。的確，雖然在現場很多人可能是傳統，他以前就在各個學運社團裡面就會做這些事情的人，可是就我的經驗，有很多以前我從來沒有看過的清大的同學跑過來啊，他以前甚至沒有聽過我們的學校裡面的社團，可這個事件他就跑過來，他的確就是因為看到 Facebook 的訊息，然後跑到現場來，然後也很積極想說，我們可不可以一起來做些什麼事情？其實早啲陳美婷開始關心社會共同議題嘅時節，用網絡做件極平常嘅事情。唔過啲社群網絡媒體係冇辦法睇呢熱台，但是將都係透過 BBS 打咗一個軟體論壇，亦係部落格來發送信息，亦係討論。唔過2009年面書開始越來越多人用，佢嘅信息嘅更新就像係強迫人用嘅。陳美婷就做得很客氣嘅，同佢所關心嘅信息貼啲大家蒙住頭前。以前的通訊，以前的即時通或者是 Messenger 上面，可能他有不是關心這個議題的好友啦，對，不過，對啊，偶爾他們可能會點進來，但是 Facebook 以後它就是變成直接你不需要點進去嘛，你可以你大家轉貼的時候，通常大家就有一個影片啊或者圖片啊，而且那個東西是當你的朋友一定會，他只要滑在那個首頁上面，我滑下來就一定看得到了。那現在像 Facebook 這樣的媒介，它就是比較侵入性，它就是不停地告訴你有什麼事，有什麼事，有什麼事。所以當你 catch 到了，那你又可以透過網絡去找到比較完整的訊息。華龍員工一沙沙樣嘅，批定一支支佢嘅想法，幫助係抗爭衝突嘅短短嘅片嘅。陳美婷也表現共同經營嘅面書粉絲頁，啲華龍罷工期間。最用一張作震撼人心的圖來吸引注意。華龍罷工抗爭後期，還是上嘅幾百萬人看。然後我們也不會，基本上也不會在 Facebook 上面進行什麼太長篇大論、有系統性的論戰。通常那是情緒性的動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呢，那個哭得很慘的阿嬷啊，或者是一個很激烈的抗爭衝突的圖片，大家被這個東西動員。我們華龍罷工，學生扮演也是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現在都是網絡很發達嘛，然後他就把我們的心聲，把我們的長期受到資方的欺壓的那個消息，全部都散播。我用一種較清晰嘅統一，也係搞不講嘅。就陳美婷自家觀察，啲華龍罷工嘅初期，就算華龍員工有激烈嘅抗爭行動。也無天操作得到主流媒體嘅關心同報道，一直到學生嘅天數面書嘅宣傳過後，唔單止有幾萬3人加入粉絲頁，更加實際到主流媒體唔報道也做唔得。我們創立粉絲頁之前，他的所有的新聞，甚至那個衝突，可能都比後來發生的事情還要大。比方說，我們去那個翁大明家什麼，但是那個永遠都只限於地方的版面，然後大家在網絡上面不斷持續的轉貼的時候，那就成為可能全國版的，比如他們的主管、他們的編輯不可忽視的一個訊息。到了後期，甚至我們的所有的粉絲頁每一則新的 po 文，它就成為明天的新聞。我們可以透過這種聚集，透過這種按讚，透過這種連署的方式來回過頭來，其實就是在跟主流媒體表示說，其實我們關注的是這個議題，你就必須要來 follow 我們，你必須要來追我們。而他基於商業的考量，他自然而然就會跑過來。其實早啲2010年6月嘅苗栗太普事件，一出現異常嘅情形，當時主流媒體冇關心，一直到公民記者去被怪獸一塊天橋嘅畫面，經過網絡無停嘅轉送過後，主流媒體也冇辦法唔注意開始報道，還是知道行政院建議協調，當時一本公民新聞嘅名聲越嚟越大，還上嘅更加多人加入來做公民記者。我就會看到公民新聞平台當中有配人做那個大埔的報道，我看到嗰怪獸啊，就按嚟演，我才開始去了解。那看到嗰畫面時間，好像就是一股氣在心裡，在胸口，好像這樣子吐不出來，所以我就去報道。啲總鋪每一件學校做網絡電視計劃專案嘅層次案，一啲太普事件過後開始協社區議題。還得到2011年公民新聞獎。公民記者，因為他生活在
那个台湾各个社区各个角落，好看到的东西一定跟那个主流媒体无同样。不过也得议题跟主流媒体他们会去关心的，好会去报道的无同样。所以其实公民记者在某个程度上是补足了这个主流媒体的不足。但实际上是放流有蛙界暴龙之称的外来入侵种牛蛙，一共700斤。2011年，陈志安协办苗栗县政府的客家大业放上蛤蟆馆，造成生态问题的新闻报道。本苗栗大量的转送过后，一定上的主流媒体也是知道苗栗县政府生意唔错来改善。抛到那个公民新闻平台啊，或者就那个点阅率就很瞬间就很高，然后传阅很广这样子。让美国的主流媒体才跟进报道。那跟进报道以后，那苗栗县政府就同个不用吹的牛啊，就回收就把它抓回来这样子。像个报道牛怪事件案样，实地上一电视台短短做过有人记者的陈志安也讲，头摆就冇听错做个报道一样的题目，一下做个拿起一样机做世界上爱做的报道，也做为特别真相。实代国联合报旗下杂志嘅媒体，和德国亚洲最佳环境报道奖嘅王文豪，一讲拍嘅，啲独立媒体嘅报道蛋糕，而且码题目限制少一度。在传统的那个主流媒体里面，它也许有一些它的视角，或者是说，好吧，经营上面有一些限制好了，好，那会影响到它的取材。可是当独立媒体它的也许限制没有这么多，它可以去尽情的，就是去发挥的时候，当慢慢的就是形成一个舆论的压力或声浪的时候，我相信主流媒体也是会跟进。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独立的报道或是公民的报道，它的点阅率动辄超过数十万。那这样的一个比较之下，你会发现它的独立媒体的报道或是网络的点阅率数十万，其实都比任何一个新闻台的黄金时段的观众的人数还要多。所以这个慢慢看到这种趋势出现的可能。早在1995年起始，台湾苗栗公民媒体将喺南方天子报、骷髏苗环境资讯中心一碟，就經營到小研究。不過嗰陣時係用網站論壇天子報嘅形式，信息流通係有限條，也係以為係偏利益傳播放鬆嘅方式，殺權苗栗。一天起呢出現係多專業嘅獨立媒體。我今天不需要去做太多的 marketing， 我不需要做太多的行销，我只要在网络透过脸书去做传播的话，事实上我一样可以去扩散给很多人，而且会有更多人去帮助你去传播你的讯息。他们去把事情讲得很清楚，他也不是完全站在运动者的立场嘛，他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媒体的观点嘛，那这个观点会扩散，那它扩散呢，它本身就已经有群众了。习惯透过网络接收讯息的人，以及它扩散到在主流媒体的人，那透过主流媒体的形式呈现。一條苗栗獨立媒體，有啲係專業新聞記者、獨立經營嘅部落格，有啲係係調股成立嘅新聞平台，長期層面嘅議題報道，天天得到呢個新聞獎，也係民眾嘅肯定。也是知道政府部門不得不開始重視獨立媒體的報道。那很顯然的是，這些公部門也慢慢的知道有公民媒體或是獨立媒體的存在。那相對之下，也不會像過去比較去看重主流媒體的情形，也比較少了。2004年，喺美國創辦嘅社群網站面書 Facebook， 8年來台灣已有超過1200萬社員註冊來使用。特別講嘅虛擬嘅社群，經越來越真嘅，越來越多嘅事件，加得一樣嘅放鬆管道，老人都講，但社員都做得有影響力，還做得加得一樣改變社會。